好開心啊！即係放下咗一件心頭大石啦，亦都係了咗佢心事啦。即係諗翻轉頭，如果我1年之前冇申請到嘅話，咁可能而家仲喺香港度囉囉攣喺度諗前諗後。都係嘅，即係除咗報紙嘅專欄咧，我亦都有接啲翻譯嘅工作嘅，都做咗10幾年㗎啦。咁佢哋以前咧就幫襯我喺香港開嘅公司，咁呢一年咧佢哋就改為幫襯我喺台灣開嘅公司咯。就過咗嚟住咗1年台北啦，咁其實我都做過一啲資料搜集咧，就發現喺台北捷運嘅沿線咧都有300幾間嘅素食餐廳，咁基本上咧就算一日食一間咧都可以日日唔同款，咁我成日都諗起我未來幾十年都可以食到台灣嘅好山好水種嘅菜咧，都覺得係好值得嘅過嚟。我覺得係有幫助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創作咧都係一種輸出嘅過程嚟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冇輸入咧，就唔會有輸出啦。但反而去到台灣不論係佢嘅地理啊，或者佢嘅社會環境啊、制度啊嗰啲，全部都係同香港唔一樣嘅。我就多咗好多新嘅嘢去輸入去個腦袋嗰度，咁咧就變咗我寫嘅嘢咧都應該會可以豐富多彩一啲嘅。喺2年前左右咧，咁我隻耳仔咧就其中一隻就聾咗啦。中西醫都一直有睇嘅，但係都好唔返嘅。咁後嚟咧就中醫就建議我不如就試下過去台灣嗰邊住啦。喺台灣呢邊咧，我可能可以拋低咗過去嘅一啲嘅壓力咧。咁就算未必可以醫得返好個耳仔，但係起碼個健康好啲咧，對成個人都好啲。某程度係真係個壓力係細咗咯，一嚟就係喺香港其實都面臨唔到個財政壓力係大嘅，因為個生活開支真係好大，同埋好似第時老咗都好難可以過到世喎，呢個開銷咁大，咁其實成日都有呢個陰影嘅。香港嗰陣時，個人去咗台灣啦，抽離咗啦，咁個人咧就心情會好啲，咁應該會啲健康都會好咗。咁另一方面，我都即係算係一位有啲殘疾嘅人士啦。咁咧就係嚟到台灣咧，就係佢哋都會比較，起碼係個社會係比較接納呢啲係有少少殘疾嘅人士嘅。因為始終佢哋即係冇話咁生活咁忙碌啊，步伐咁快速。當我聽唔到嗰陣時，咁我都起碼可以請佢哋再講一遍。其實佢哋係好關心人嘅，嚟到台灣人，我發現。對我嚟講，2年之前聾咗隻耳仔都係一件好唔開心嘅事嚟嘅。咁我點樣先可以走出呢一個陰影呢？一直有呢個殘疾，我就係要去揾一啲好開心嘅事去中和下，去平衡下咯。咁對於我嚟講我呢度有踩單車啊、食素啊，盡量有好多唔同嘅開心嘅元素，去希望可以彌補到我嗰啲唔開心嘅事，令我淡忘咗多件唔開心嘅事咯。咁同埋咧，最後咧又有一個比較有趣嘅得着嘅喎，就係咧嚟到台灣之後咧，我發現唔知點解咧，周圍都好多助聽器嘅店鋪，可能因為呢度即係啲鋪租啊冇咁緊張啦，所以啲類嘅鋪頭咧都可以生存到。未來嚟講咧，可能都會因禍得福嘅，我可以有比較好嘅醫療嘅照顧咯喺呢邊。文學啊，或者哲學啊、歷史啊，甚至化學啊、物理啊，好多科目我都係想去補充翻嗰啲嘅知識嘅。咁但係點解會喺呢度先至可以補充得到呢？一嚟就係呢度有豐富嘅書店啊、圖書館啊之類啦。咁但係其實最主要咧係同個生活成本係有關嘅。如果我用咗1日嚟睇書嘅話，咁即係我喺桃園就花100蚊，我喺香港就花600蚊。咁即係換句話說，我喺桃園咧就可以睇到6倍嘅書。首先係你睇到台灣嘅面積咧，其實係香港嘅33倍，咁所以咧其實佢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去俾你去發掘啊，好新鮮啊咁樣。另一方面咧，台灣咧就因為佢個生活成本冇咁高啦，你唔需要個生活裏邊淨係只係得工作去應付你而家嘅開支同埋未來你養老嘅開支，咁你可以有多啲時間去經驗呢啲唔同嘅嘢。咁其實都係人生可能都係得80歲左右，你係咪想係揾台灣呢啲好山好水啊，同埋嗰啲咁好嘅文學氣息啊，去填滿佢呢？定係我哋係想繼續喺香港裏邊不斷去打份牛工，營營役役呢？咁呢個都係我不斷會係去挑戰自己去問呢個問題咯。當然其實個答案老早就已經好清晰㗎啦，咁所以我亦都好具體咁樣知行合一去行咗呢一步，坐言起行。